魔法要不要挑戰第81日？扯咗佢個面落去。今日我嘅目標係食嘢，要瞓覺，要玩得開心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做個新 project。哎呀，好緊啊！可以食，可以瞓覺，可以玩，可以。今日我好開心，我好早唔早起身，我好瞓，好開心，好威水。有晨早就攬老公，有愛，有放鬆，有開心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陪我祈禱，陪我做 project。我好感謝我老公陪我攬攬，好感謝我媽媽有好多活動，好感謝我個爸爸健健康康，好感謝我嘅朋友成日約我四圍掃。你仲有冇啊？係好緊要，可以食，可以瞓覺，可以玩，可以同媽媽玩雕，可以玩四個雕。咁啫魔法，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成真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